話呢集要戴定頭盔啊！我估會得罪好多人。嗱，成日咧喺社交平台咧都見到人哋分享咩成功之道啊，炒啲咩股會賺錢啊，生活幾咁吃喝玩樂啦。我都認識咧唔少呢啲人嘅，表面好似好風光，但係背後咧其實係兩面人。一旦陷入一啲財務嘅焦慮啦，或者佢事業工作有啲困局嘅時候，佢就試圖咧用意志力咧去逼自己咧做一個大翻身。就算背後咧孭住一筆一筆嘅負債啦，抑壓住恐懼嘅情緒咧，表面咧仍然要咧扮演到咧自己係一個大贏家。呢一種狀態真係呃到人哋，但係呃唔到自己。呢度咧你可能會問，之前唔係講過咩？言行思一致就得噶啦嘛，我行同埋我嘅說話都係好風光、好成功噶喎，咁咪得咯。但係你要記住，大腦後台咧睇嘅係總數據，你表面風光即係言同行啦，係向咗左邊走嘅，但係你背後嘅思想咧就係極度覺得自己一文不值，就向右邊走，咁完全係咧食緊一個慢性嘅毒藥。喺日常物理學上咧，呢一啲咧係最極端嘅隱形對沖。你嗰種靠自己硬撐嘅風光咧，正在喺後台咧瘋狂咁樣加速系統自毀噶。所以我想直接叫醒嗰啲仲停留喺表面風光背後咧充滿住內耗嘅你。真正攞到結果嘅頂級贏家咧，從來都唔係靠意志力啊，或者靠面子去捱過去噶。佢哋咧都係用緊一種叫做物理技術，叫細震動。同埋講樣秘密俾你知啊，大腦呢部機器咧最驚咧就係表面同內心咧有巨大改變嘅人。所以你唔好試圖一步登天去維持嗰啲好宏大嘅假象，而係咧我哋要做到咧喺生活上咧每一次面對一啲消費啦、微細嘅改變啦、行為嘅習慣啦，譬如想逃避一啲嘢唔想去執行嘅時候，強行按停舊代碼嘅逃避制，做一個大改變，做出同你之前匱乏啦、恐懼身份完全相反，細到唔可能失敗嘅微小正確行為數據，一個微小真實嘅重複動作，比你咧強撐你外表幾咁風光嘅假象咧更加有力量啊！因為咧佢可以繞過晒你大腦後台嗰啲防禦程式，真正咧慢慢微調，重新咧編寫你底層神經回路嘅數據。大腦咧唔會聽你講咩大道理，佢淨係認得你當下微觀實質嘅行為。如果你唔想再重複呢啲外表風光，裏邊好似一個活死人卡喺個筆嘅死循環，依家直接 DM 我身份意識重塑，我會 send 系統嘅資料俾你。我哋下期借腦升級再見。